国际新闻来看，有消息指出讲，以色列伫初二以无人机攻击哈马斯伫黎巴嫩的办公的所在哦。哈马斯的政治局的副主席艾鲁里伫即届的攻击死亡。以色列是无任何的评论，也毋过强调讲打击哈马斯的目标未改变。 伫咧贝鲁特郊区大四的这栋建筑物被炸出一个大坑，楼顶也阁看到手电闪闪烁烁。根据贝鲁特国际安全官员，也个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指出，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，也个也保镖等人，伫咧以色列催利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中死亡。约旦河西岸的希伯伦民众举哈马斯的旗仔上街头画声，讲要报复。57岁艾鲁里是以下冲突未到3个月来被 暗杀的哈马斯战局上悬的政治领导人，以色列进前讲，伫咧加沙拍死哈马斯几多位指挥官甲官员，不过艾鲁里死亡上引人注意，也是敌对行动以来第一遍对黎巴嫩首都攻击。黎巴嫩真主党是哈马斯的盟友，自加沙发生冲突以来，差不多每天拢伫边境甲以军战斗。אנחנו ממוקדים בלחימה בחמאס. מתחילת הדרך וכך נמשיך לעשות את זה.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发言人讲，对相关情势发展正担心。另外，红海上船的航运危机也拢无停，也门反抗军清零运动3不5时就会发动攻击。美军组建多国联合部队保护这条重要的航道。法国驻联合国大使李维埃表示，安理会按算伫咧吹沙开会讨论红海的情势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